你有冇諗過一個可以令你完全放鬆而且極盡豪華嘅假期喺尖沙咀就可以做得到呢？而家我就去緊酒店啦。上一次坐 Rolls Royce 咧，我就喺比華利山，喺香港坐，我都係第一次。眼前呢部加長版幻影勞斯萊斯係用人手製造，唔單止車身係半島酒店嘅特定綠色，車廂裏面仲有雪櫃同埋 DVD 機，仲有個特大嘅車尾箱。佢哋仲有一個細心位喺車門側邊，一撳個掣就有把遮彈出嚟幫你遮風擋雨。而家酒店嘅車隊有14架加長版幻影勞斯萊斯，全部都係2006年開始投入服務㗎。呢間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酒店，但係佢最吸引我嘅係佢最時尚嘅服務，所以我間中都會嚟享受下㗎。半島酒店大堂嘅經典下午茶，由每日下晝2點到7點供應，風雨不改，經常都有人喺度排隊等位㗎。我呢就最中意食呢度嘅 scone 啊！哇，非常之新鮮啊！你要揾香港最傳統嘅 scone 咧，我覺得半島係做得最好。除咗 scone 之外咧，仲有好多嘢食㗎喎，有 macaron 啦，有 quiche 啦，有鹹嘅，有甜嘅，同埋經常換款嘅一啲小點。哇，睇見都開心啊！簡直咧唔停得口。喺酒店頂層嘅直升機候機室 China Clipper 用咗飛機零件嚟做裝飾，感覺似足機艙。食飽飯我都想行下街影下相，出邊咁塞車，不如坐直升機啦。坐上雙引擎直升機遊維港，喺呢5分鐘嘅航程將會由半島出發，直飛到灣仔，亦都可以揀喺灣仔出發，直接飛到半島酒店。我中意坐直升機嗰種感覺咧，就係一種新鮮嘅感覺。譬如影相咁啦，好多角度咧你想影，但係咧飛到上天咧，佢就提供更多新嘅唔同角度俾我，非常之開心。